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亚珊，欢迎收看5月26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开了将近1亿兴建的嘉义游泳池，因为一直无开放，变成蚊仔馆，加上2摆委外招商拢流标，嘛互议员插手抽筋，上午伫总质询时反映地方的心声，希望市府将游泳池转型为倒球馆，并且交由倒球协会来领用活化，若无一直限制，会真可惜。议员蔡苏秋瑾为了推广大北门区的倒球运动，将指头指向已经拍远多年的嘉义游泳池。因为最近市府2摆委外招商阁无成，议员表示，既然游泳池现况变蚊仔馆，不如由地方倒球协会来领用自主管理，充分活化转型成单一的倒球馆，甚至成为国际性比赛场所来努力。其实你若讲干那吼，你画一个空间吼，你做足球馆，有可能伊嘛是无够拍啦，你毋知？因为而且吼，咱嘛希望讲，咱要做一个较完整的、有国际性的，咱遮嘛是会当啊完整来做一个足球馆。连工咱嘛是所有的比赛会当来家己这个场所啊来做比赛啊吼。咱来看远去啦，你莫为着讲啊，要有遮个各项的体育运动入去吼，啊把这个羽球馆活化这个所在吼。把它做一个入去哦，无介理想的嘛是闲置伫遐足可惜。咱就直截了当吼，做足球馆，以后就是足球比赛的这个场地啦吼。我是感觉安尼较长远啦。我想爱考虑未来经营的成本啦哈，所以这几个部分我最近也去现场看，来将包括议员的意见，甲地方因有做一寡迄个商机的调查，我们会做一个综合性的评估，会尽速来确定这个活化的方向紧来实施。另外，针对大北门地区，包括7个观海楼、6坑码头、井仔卡以及观光工场等景点拢真出名，加上交通网已经成型。不过，议员认为，观光客若想要坐公车轻旅行，却无法度串联每一个景点，所以要求交通局变更设立替代系统。但新闻官及郭国义采访报道。议员陈培雅上午伫总质询，特别锁定教育议题，甲局长交换意见，包括特殊教育学生的补助标准，以及东区的公立幼儿园不足，要求正式非营利幼儿园作为配套措施，希望市府重新比心，徛伫60个立场来施政。议员陈培雅表示，虽然甲市长无共党，不过就事论事，有关东区的平新野区、铁路地华等重大建设拢陆续进行。一开始质询嘛相当肯定赖市长，不过对着要讨特殊教育学生的年度预算等资料，教育局却一直拖沙，予伊相当不满。议员强调，散袂当散教育，特别是身心障碍学生，更需要投入关心。不过，根据资料显示，有关特殊教育学生的助理员时数，伫预算当中却被拍折，所以积极向市府签名。学校统计这些所需要的这些特教生的时数，其实甲恁教育局请，恁是拍折的，拢用拍折法啦。哦，人家说穷不能穷教育啦。尤其是我讲啊，特教生在这种的时数的钱，你甲管恁一单边2000几万，如果差不很多的话，咱讲的，既然做到这个所在，差无偌济，怎么拢讲无经费啦，来折数他们的时数啦。另外，议员以后甲高中、南球场时常造成学生跋倒，对104年申请修身教达拢无下落为例，要求律师航行安全，市府一定要主动关心，唔通成为校园危机。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议员，卖讲阮迄个教育小组，所有东区的议员到现场的时候就害头。你感觉到现场有囡仔跋倒讲啥？你敢知影？伊讲哦。然后在广州篮球场跋倒去，家常便饭。当然，你要求这个教育局，局长来已经甲你答复，伊会来协助。但是我感觉校长有不足的所在啦。安怎讲呢？因为你104年的时阵有提出申请，
迄个时阵拢共3间学校提出申请，2间学校有得到体育署的补助啦。换一句话讲呢，104年体育署的官员来看，可能那时候还没那么严重。所以他没有通过。那105年的时候，理论上是应该是比104年还要严重嘛，但是校长没有提出申请啊。我感觉讲这实在是要各司其职。校长很多这样的做法，坦白讲，我并不鼓励啦。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但是过去伫幸福城市的调查总是排头前。不过，议员林立恩根据媒体调查指出，105年7名的幸福感排名，作为冠军落到第4名。所以，议员为各种市区施政来进行总检讨，嘛透过过去的这顺重点，对种市区执行的成效。议员林立恩一开始质询，就向市长甲官员询问心情够好，其实是要凸显民间因为一例一休、年金改革等政策，甲咱过去地价税、房屋税已经艰苦加，嘛反映伫105年幸福城市调查，台南排名已经对第1名落到第4名。议员表示，其中包括病态路病、86号隔音墙的施作等等，拢是甲民众有感受为例。要求市府提升执行力。提供的市民是一个平坦的路线，一出门的心情呢一定会好啦。那出门的调动的，我相信心情嘛不好啊。所以公务局本身认为你应该成立一个专线。你慢慢搞我讲好起务起来1999的业务太繁忙了，你应该成立一个专线，让市民来通报哪一条路面不好，然后你马上请人去看。如果能够及时改善的话，就如同上一次本席所说的路品的问题，永华路也好，金华路也好，马上改善的话，市民是不是马上有感？好，至于专线的部分其实我们是有类专线的 ，OK， 2155555。好，所以你今天另外，议员嘛争取老厝的电梯施作，贯穿文化园区的夜间照明，甲周边环境活化，以及黄金海化准湖的改造等等议题，来对中过去伊所质询以后市府执行的进度。议员表示，就希望对民众所在意的来检讨改善，找回民众对台南的幸福感。今日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去年京都评选出来的台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设计图，经过一冬的细部规划以及营造工程发包，总算要进入建设阶段。下晡市长亲自主持动土典礼，并邀请民代表共同出席，场面相当热烈。原本的因空拍校迁徙到关闭以后，这个地点将要来兴建台南市立图书新总馆，预计总经费会达到18亿。甲一般的图书馆无同款，文化局详细说明了这个由台湾甲荷兰团队设计新总馆，将会有大片的立体包围，要亲子空间、数位学习、古册收藏区等等复学习的规划，提供予每一个年龄层的市民会当体验学习的所在。包括我们后面这个地方还会有1公顷多的儿童公园。你想，像那个画面，一个图书馆坐落在一个森林一般的一个区域当中，那是多么棒的一个图书馆！而且就坐落在台南市人口最多的永康区。那在当时我们规划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算出来的，从这个地方辐射出去30分钟。可以服务到台南市120万的市民。市长也伫咧现场感谢对这个大规划、大工程尽心尽力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并表示这个建设会让咱台南人出去有值得骄傲的文化象征。咱骄傲唔是过去祖先留予咱的文化、历史、小吃，还是风景区安尼尔，唔是安尼尔，新一代建设。新一代建设，这是咱的抱负啦，这是咱的抱负，嘛是对下一代的责任。互咱的下一代会当讲会当甲比拼讲会来阮图书馆，大家外县市的来看咱的图书馆，嘴啊开开，较会遮水着，入来了较会遮方便着，较会遮尔好着。大家一定拢真欢喜，搁来见证咱大台南
佮有一个国际包括代表咱台南市的一个大型建设，今仔日佮来动工啊。对于拄则咱文化局叶局长的一个说明，包括咱的设计师，佮再来甲咱的补充，咱已经会当见证，伫咱台南文化的古都，咱除了伫各项的建设、各区域，咱拢一一来伫推动、来伫建造以外，已经甲咱的大台南要来请做符合着一个国际咱的现代化科技的一个城市。市长甲各级官员以及民意代表也敬天祈福，希望上天保庇这个工程会当顺利圆满。伫咧动土典礼，市长甲侪贵宾也慎重其事，为这个台南市立图书新总馆兴建工程开启了重要的第一步。台南新闻网最后采访报道。由农友会办理的5日节相关活动，26号上午伫东区公所举办观景仪式。这个活动总共准备了6500粒粽，要伫5日节进前分送予东区的家属离户以及道基中者厝内，互因感受社会温暖。农友会接续在一档举办慈悲团午心关怀团粽节活动。今年准备了6500多粒的粽，要来关怀东区家属离户、独居老人等对象，希望伫5日节进前送上满满的关怀，也期盼抛出音乐，号召民众做伙关怀在社会当中的弱势族群。低收之外，还有独居老人123款的边缘户，那我们都会透过我们区公所来送到他的府上，让他感到能够过一个非常温馨的端午节社会我想会更加的和谐。那今天这个纵使是由我们良友会所有的副会长出钱出力，包括我也是一份子共同来协助举办这个单位。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已经超过10年，咱的农友会长期对咱区内弱势的照顾，会使讲不遗余力我想长期曾春兰议员在地方就是受人尊重，除了建设的情绪非常努力以外，对这弱势照顾，尤其会使讲亲身真侪摆特别甲我交代，区内若有任何无法度处理的咱的弱势，还是讲有咱的有王生等等无法度来甲因斗相共的农友会。咱曾春兰议员拢会当专业来甲咱这个弱势来照顾。这届爱心活动的成功，主要是农友会长柯志成、家长联合会理事长陈君旭、东区里长联谊会长柯俊雄，也有真侪东区的里长拢做伙观看，互这届活动会当顺利进行。其中议员得做真信凯也捐赠1000粒的粽。就是希望会当将老爸展顺良的善行继续传承落去。阮爸爸拢秉持着讲，咱爱做对的代志，甲做该做的代志。所以今仔日咱借着中国人的3大节日，就是其中之一就是端午节一寡社会需要关怀，需要人就是较弱势，也是边缘户、低收入户。伊个这日，咱送上我们的爱心肉粽，互社会需要，互这人拢是感受到社会咱的关怀，甲咱的爱心，互因会使感受到这个佳节的温暖。这批爱心粽将伫个会后由公所李干事分送到东区每一位弱势家庭的厝内，互因会当感受到社会上对着因的关心甲帮助。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口群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
台人爱读册。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尤其传统农村的老化现象上界明显。加上工作机会少，少年人拢出外，只剩老人。所以，台市政府为了改善农村老化危机，为县市下并以后，就积极推动新农村政策。高达台市已经有73个社区成功通过农村再生计划，其中后壁苏安社区。并以合作社的概念推动社区活化、社区医疗车等等的福利。上重要的是，让少年人看到希望，愿意留伫农村尽一份心力。说我们想要承租这一块土地，但是他可能老一辈他就没有办法释怀以前那种375减租的那种观念，对，然后变成说我们要承租，他不愿意出租。新农人陈银静到处回乡务农的问题，土地取得不易，休耕农地也会影响现有作物。土地放着，它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放久了，养分来讲，你可能没有那么的足够，它地虽然养了很久，对，但是你久而久之还是会流失。过去375减租政策阴影下，使得老农地主不敢轻易签订合约，宁可休耕领补助。但随着时间过去，国内农业面临到农户平均耕地面积小、农业人口老化及农地休耕，不仅农业转型不易，还可能面临缺粮、财政负担。如果我们去花这个休耕1公顷一起做要45000块，所以这个减少的财政的一个支出就是说替政府省了大概有15亿的一个经费。2012年，台南市推动新农业政策，休耕地面积从原本58000公顷降到16400公顷，活化休耕田达到68%。改变这个休耕的方式，一方面就是去推动外销的作物，例如像毛豆啦或者凤梨啦这一些可以做外销的这一些作物。第二类呢，大概就是所谓需要进口的那一些作物，例如像玉米啦或者青稞玉米那些需要这个进口来的这一些作物。那第3类就是地方特产作物。台南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干旱少雨，水资源分配不均。为了鼓励休耕农田复耕，以适地适作及市场导向为目标。就是主要是杂粮类，那有硬质玉米，然后小麦、黑豆，然后红梨等这些作物，然后还有水果玉米。我种毛豆来讲，伊个两方面，伊个2期来一期种，伊就遐2条，3500、3500、4， 7000就对啊。当然你若毛豆会当改做4500，农民嘛好啊。安尼伊愿伊的地要互人出租互去种变成伊提高伊的意愿县市合并前，那我们这个台南的农业产值是429亿，那到去年为止呢？大概我们可以有600亿的一个产值。新农业政策让农业发展再现生机，就连臭气冲天的畜牧废水，只要妥善处理，也能变黑金。源头都系用伫咱的园地讲起来对咱的园地，第一你嘛减少迄个化学肥的使用，第二个即变讲对咱的土地其实是好的。畜牧肥水含有植物所需的养分，但受限于废氢法管理规定，必须处理过后才能排放。那进来我们这边，首先可以看到说，我们刚刚看到说，第一个就是先经过我们一个自动的燃炸机，先把一些杂物做一个去除，那来经过一个废水沉淀以后，然后再抽来我们的一个固液分离机，
固态肥分可做堆肥，液态则流进沉淀池，透过厌氧槽细菌杀死脏东西。厌氧处理后，废水呢有机物分解后，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沼气。对，那我们厌氧处理后的一个水呢，再进到我们调整池，再进到我们一个耗氧处理。对，就是我们布器用耗氧处理。对，然后耗氧处理完呢，到最后再经过我们沉淀以后呢，就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放流。畜牧业者将处理过后的肥水利用槽车载运灌溉牧槽，每半年监测土壤跟水质。我全部再出了1年，差不多3、4千多。这些钱就是少一些肥料钱，还有一些水电那个电费。一旦今天你说刚好遇到干旱的状况之下，你又需要说要去做播种的时候，其实我们把这些肥水下去的时候，它的湿度是足够让你的一个种子再去做发芽的动作，反而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用的。所以在省水、省电、省肥、省费用的这个情形之下，那么来推动这一个肥水来回灌到农田。那对农民来讲它可以做到循环农业，也可以做到友善农业。推动循环农业当下，解开法令束缚，废水变肥水。目前台南市共有12场申请施灌许可，可施灌量达到81000公吨。若未来扩大利用，将可舒缓干旱时灌溉需求。打破窠臼的新农业政策，使台南农业绿意盎然，不只让农村大口呼吸，还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经营，打造专属台南农业新活力。为了帮助瑞富异地中心的新众朋友，国际知名集团甲南胖购物中心联手举办义卖，在5日节连假期间，这甲集团旗下名牌服装。在购物中心1楼广场义卖，希望为瑞富异地中心募集照顾经费。宝豪士集团甲南胖购物中心为了善尽企业责任，在26号到28号2天，在购物中心1楼的大厅举办义卖活动，结合旗下 Superdry 等潮流的服装，要来为随后异地中心募集照顾的经费。民政局长陈宗安受邀出席的时阵嘛表示，感谢南胖购物中心甲宝豪士集团对着照顾弱势付出。感谢宝豪士公司将它旗下的几个重要的品牌，全部都利用这样的一个公益义卖的活动。那全台有6站，泰安市是第3站，南华购物中心呢是这个台南站里面也是唯一的一个地方。那希望大家利用这几天，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他们是将所有的这个义卖的所有的收入所得，要来捐给瑞富医治中心所以在这边也鼓励我们台南地区的消费者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你既可以买到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年轻品牌，那也同时可以来做公益陈局长非常有爱心非常有大概帮瑞货这样的一个义卖，他义不容辞来参与。那当然有陈局长的加持我想这次义卖一定会突破50几万。透过企业牵手合作做公益，互弱势团体得到更加侪关注，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抛砖引玉，互更加侪人加入行善的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在已经渐渐进入热天，真侪民众已经开始采买热天的衫甲裤，所以百货业者趁到这波买气，推出年中庆的优惠，要来回馈消费者。透过报道，咱做伙来看卖有送什么好康。台南大碗吧为5月26号开始到6月14号这段期间，推出年中庆的优惠，百货服装全面7折起。也佮甲山头火拉面餐厅合作，伫6月6号进前，伫服装部门，单笔消费满3000，就送200抵用券；家电部门，单笔满万送500礼券，并且举办名牌包嘉年华特卖，将近1万块的名牌皮包，只要2000外块就买得到。5、2、6到7月2号，我们在1楼的百老汇广场有特别举办
办了一个雨果包包的特卖会，高达有200多个品牌、3000多个品项的一个特卖会，一定要来这边寻宝啊！那特别针对希望美食的活动的朋友呢，我们这个期之内，我们又举办了单笔满3000再送3头火以及温野菜这2个餐厅的100元的食足券那特别我们在首5日526到6月30到5月30号这个期间，6楼的家用部门还有单笔1万再送500元这个活动。除了以上的好康以外，百惠也甲8大银行合作，推出全馆消费满5000，就送100商品券，多种好礼等消费者家己去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市财政税务局为了让民众会当更加方便、轻松缴纳房屋税，设立了侪税务柜台以及跨区的全功能服务，包括税务试算、补发税单以及相关的减免、甲开证令等等，也欢迎民众多加利用。5月份是缴房屋税月份，今年度台南市财政税务局有侪方便民众的服务。亲像是，互伫咧高雄打拼的民众会当透过税务机关之间的合作，就近缴税、申办代收、代转等等的22项业务，替民众省下侪麻烦。同时，为着要将服务扩大到大台南每一个偏远的地区，税务局也甲侪所在监理站、区公所以及地政事务所合作，互民众会当更加轻松来处理税务相关的问题。今嘛有一个多点跨区全功能的税务服务，就是讲伫白河、玉井、安南、永康、东南、麻豆甲规人的地政事务所，另外搁伫善化区公所、新营、麻豆、台南监理站，阮拢有派人去遐办公。伫地政事务所，就会当办牌照税的代志。伫区公所还是监理站，嘛会当办房屋税甲地价税的代志。佮进一步来讲，伫中西区就会当办白河甲玉井的代志，就是讲会当跨行政区来提供服务。日头赤炎炎还是落雨天，无爱出门的朋友嘛毋免佮烦恼，因为会当用健保卡还是自然人凭证、工商朋友的工商凭证，加上密码，就会当伫台南市政府财政税务局的网站申请查税，顺续佮缴税，真正是真方便。同时，税务局也再次说明，房屋税增加的用途会用伫咧设立公立幼儿园，甲增加私立幼儿园的补助，也会投入城市的建设。房屋税缴纳期间到5月31号，也呼吁民众爱准时缴纳。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西群短暂顺风的天气，温度26度到28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端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5月26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